小姐，小姐，開門吶！錯過了進宮時辰是要受罰的。不開就不開，阿光沒回來，誰來也不開，我就不開。哼，小姐，你就開門吧，錯過了時辰，喜兒也要受罰的。小姐，要我開門也行，不過你得讓他謝延琪過來，我要看到阿廣沒上，要不我就不開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就開門吧。小姐，小姐，開門呢，小姐。哎。王爷，您这是自投罗网，恐怕这盘又要輸了。跟王爺對弈這麼多年，這還是第一次看見王爺自毀城池，是不是有什麼心事？輸了就是輸了，本王可不是隨意找借口推脫之人。來吧。啟禀王爺，尹姑娘拒不開門，非要見阿廣平安才肯開門。帶阿廣去見他吧。是。王爺現在是憤怒、憂慮，還是不忍離別呢？本王有何不忍呢？王爺說沒有就沒有吧。啊，這時辰也差不多了，尹姑娘要進宮了，王爺不去送送？笑話，她是何人？還要勞本王大駕。那王爺不去，我去。你也不許去。這，在下實難從命。尹姑娘也是在下的朋友，朋友遠行，定當送別。秦柔，秦柔，秦柔！阿廣，是你嗎？是我啊，秦柔。阿廣，他們沒有把你怎麼樣吧？沒事兒，你放心吧，我好着呢。三王爺好吃好喝的伺候着。哎，除了不讓我出去，別的也沒什麼不好的。但是你也知道。我本來就不愛出去，外面這大太陽曬的，我皮膚都不好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一聽就知道你好得不得了。阿廣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會把你救出去的啊！尹姑娘，你快點，阿廣你也見着了，時間差不多了，咱們該走了。知道了。尹姑娘，走就走。喜兒，你要乖乖的啊。青柔，你在宮裡可要多加小心啊，可別再碰個絨嬷嬷什麼的。阿廣，你就別嚇我喲。哎，但是要記住，你不是小燕子，也沒有五阿哥可以罩着你，你自己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那你說會比伺候孔雙雙還難嗎？那就不一定了吧。哎呀，豆哥。謝謝你送我的那個陶靴，雖然我不會吹，但是還是謝謝你。有機會我教你。真的嗎？那拉钩。啊？這樣，對，這樣。說好了的。李章，在。都什麼時辰了，怎麼還磨磨蹭蹭的？這。謝延琪，我告訴你，你要把我家阿廣養得白白胖胖的，他要敢少一根頭髮，那我就。让你跟他一樣。好了，本姑娘消下去了，一邊去。
走了。阿广，好痛！住！住！哇塞！哇塞！这些可比横店那些假玩意儿好太多了。这不会是真金的吧？皇后娘娘驾到！大胆，这等皇后还不跪下！参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性格虽顽劣，但細細看來，還頗有幾分姿色啊。小秋子，奴才在。奉皇后口谕，尹晴柔乃庶民入宫，吃穿用度一律按粗杂奴婢使用。拿着吧。小秋子，奴才在。就把它交给你了啊！瞧他刚才那个行礼，再看看他这个站姿，都像什么呀？一般新人入宫，都是从什么開始學起的？回皇后娘娘，一般新人入宮，學規矩要從跪姿開始。那就去吧。是。跟我走吧。